少女男纳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有六子妻样，凡间屡次的开元国东府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奏下解酒三山托红醉了菩萨，我南设一个大天池，其来起早趁机会先一携收回礼，天众佛自就请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天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自为娘我黑后泪原子夫唤儿众等不东分莫要在脸，如若是天一邪招与二等儿，哪个亦不肯在世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盘地冷饿了之中国子，则引清泉众国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其末，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请清故佛缘降到乃为又良善样也，乃未收各上界类以于探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莫结识其把握今现孝圣法前不会考验坚守愿解共不龙华。即乐国愿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画彩，痛无量尊严在理天极乐之天国里，愿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愿意取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怀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以照播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于爱，故无数无管。暇无事，正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田。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门卷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香玉蜜，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香玉蜜，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含桃之果实，亦称仙桃。含桃实周济东海有山，名五所山，上有大桃树，含区3000里，曰含母。母地内算7月1日，西王母降，以仙桃自遮雨地。第10则收其禾，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其为圣欲至善宝境境而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是圣之相遇。此地至虚至境感而对空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处以道为母，我命七国治理
坤乾一元12癸子癸开天丑癸聘地寅癸生壬卯癸辰癸巳癸午癸未癸申癸壬灭酉癸地灭戌癸天灭亥癸混沌每癸巳10800年。一元宋时26000前600年七国治世。三国收元七国治世南方是爱国6000年，北方生玉国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下三春国3720年，西方有长庚国7080年即10800年，陈会西北方公主国5284年，东南方龙野国5516年即10800年，智慧东北方即燕国5800年，伏羲是代理国500年即6300年，武会中三国收元然庚楚国青阳齐掌天韩莲慈会世家文国弘阳齐掌天韩灵山会弥勒古国白羊齐掌天韩龙华会万八在气数福焉始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聘地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至元满木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居会灭天，亥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坛布至星斗浊气，讲名为地土百山川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众国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众国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百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昭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均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聘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寅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别相交替，阴阳阴均而育生万物挺美。此即是天天妙开地之本无极静态及凤凰及坤乾，此即是天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性，属己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法，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之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居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能生二能生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意图象极，生化5万点JPG。
天地恒地既立，万物西北东土里，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备。这就是上天一称说国世界贪腐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是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间，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苦方舍我有六子七样，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庆底，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苦，才舍下皇母之有六元开国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拆元国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藩，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元国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教且就三山多红碎了菩萨国，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解救。在三山坡红碎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开国子，设一个大天池席来洗澡，趁机会天衣邪收为礼，兼老母娘还设一个大天池，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趁机会将大家的天衣天鞋都收为礼间，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天衣鞋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天衣天鞋。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敛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原开佛子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里间之舒适自在。如若是天衣邪教与二圣儿那个亦不肯再是迎凡老母娘，若把天衣天邪交给原开国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吃东国子和影星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公子国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万母，我是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大开普渡，清烧书清寂，并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寄信给大家。
并且亲自来度化众人开国子，告一回家诸鲁，将将信书皇母训子师戒以及天国圣训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国子众生。众儿女因由一妃生大放为母，我且合同父语。皇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人开国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国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人国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元佛子宗土而分至世界为男女，在一人间，从此皇母之源开国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便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一人间烟火。母子分各宗期，好不难过。自此，我众国子受尽熬鞭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国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不通师名利无煎熬，安的咸于故。至今时须只算6万年，载美想而在世苦，母亲难安。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须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寅会生元以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国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千古一别6万多年，今时夏运也至为母，降道差3国半没，后土度收元，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元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差遣3国半里没后一着的土度收元。3国燃灯普陀、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一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2行公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邪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心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契入母的永垂不朽北敦与分身关系。资料来源网址 https://www.com/file/d/4476745. 因为六祖慧能他的根基就是他不用经过学习，他就自然而然就会了。那当然，我们现代人不能说六祖慧能认识字，我就不去读书，我就不去学习，我就不要知识，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生是怎么样？要先立而后
就是根本，就是我们的良知、良能。所以后学就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圣人他们这样子仰观天下或者是观察人世间的事物，他们就能